在古代，对女尸有严格的检验制度。检验官虽不可害羞回避，但由于封建伦理，凡涉及检验女性阴门，便需请出稳婆近身查验。大人，脐带之类都在尸体脚下，产门有血水、恶物流出，确为难产之象。虽然稳婆也说林巧儿是难产而死，但张律对此仍有疑虑，因为这些现象除了难产造成外，还有另一种可能。会不会是此妇人先身死？先身死，而后产子，这岂不是鬼胎？张律并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，他的依据来自《洗冤集录》中的一条记载：孕妇被人杀害或难产不下而死，都会因尸体膨胀，骨节缝脱开，推挤出腹中的胎儿。林巧儿腿间的婴儿究竟是难产还是死后分娩？为了查清真相，张律进一步观察尸体。检查到脑后时，有了发现。仵作，清理一下。随着脑后蛆虫被逐个清除，一处呈粥状粉碎性骨折的伤口赫然显现。凭借伤口形态，张律对治伤工具有了推测。这伤应为棍棒重击形成，伤势致命。如此看来，林巧儿确实是被人杀害。既然林巧儿是被人持棍棒重击头部丧命，其腿间婴儿定是死后分娩，并非孙伯坚称的难产而死。孙伯撒谎，莫非是为了掩盖什么？